好的，各位聽眾朋友，我是你們的老朋友。今天我們要聊的這件事，可以說是直接炸穿了整個納魚的平靜水面。請大家繫好安全帶，因為我們即將進入的是一個關於舊愛、新歡、豪門密室和所謂四胎生父的超級風暴眼。就在上個週末，一張從香港淺水灣某私人會所流出的照片，以光速席捲了所有社交平台。照片裡燈光璀璨得有些刺眼，巨大的水晶吊燈下是一場佈置得宛如童話夢境般的百日宴。而在這場宴會的絕對 C 位，那個穿着一身剪裁利落黑色西裝，胸口別着一朵不知名但很扎眼的小白花的男人，竟然是謝霆鋒。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公開地、毫無遮掩地站在聚光燈下了，更別提是以一種家族男主人的姿態。而他的身邊，一襲紅裙，笑得眉眼彎彎，仿佛時光從未在他臉上留下痕跡的女人，是張柏芝。他懷裡抱着一個裹在準白色手工蕾絲襁褓裡的嬰人，那孩子睡得正香，小手握成拳頭，露在外面。就在眾人以為這不過是兩人為了孩子又一次例行的和平共處時，現場流出的另一段10幾秒的短視頻，讓整個互聯網的服務器都跟着抖了3抖。視頻裡有不怕死的記者隔着老遠大喊：霆鋒，霆鋒！網上都說這是你第4個孩子，是真的嗎？能回應一下嗎？喧鬧的宴會現場出現了一瞬間詭異的安靜，所有人都看向了謝霆鋒，他沒有像以往那樣黑臉皺眉，或者讓保鏢上前，他低頭看了一眼像柏芝懷裡的嬰人，那眼神複雜得讓人讀不懂，有溫柔，有某種塵埃落定的釋然，甚至存有一絲挑釁。然後他做了一個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動作，他伸出手，極其自然地帶着一種霸道的佔有欲，攬住了張柏芝的肩膀，把她和孩子都往自己懷裡帶了帶。然後他抬起頭，目光精準地穿過層層人群，越過那些閃落的鎂光燈，直直地看向宴會廳角落一個不起眼的陰影處。那個角落裡站着一個穿着素色長裙、身形有些單薄的女人。儘管燈光未有打在她臉上，但在場所有人都知道那是誰——王菲。謝霆鋒對着那個方向，嘴角扯出一個弧度，那絕不是笑，更像是一種勝利者的宣言。他提高了聲音，用在場所有人都能聽得一清二楚的語調，慢悠悠地說：我就喜歡年輕的。當一聲，那是酒杯碎裂的聲音從角落傳嚟，但王菲沒有停留，她甚至連一個多餘的眼神都沒有給，轉身就消失在了宴會廳側門的黑暗裡。而這一幕被某個躲在綠席後面的服務生用手機拍得清清楚楚。朋友們，這不是小說，這是2026年的夏天真實發生的，比電視劇傳狗血100倍的娛樂圈核爆級新聞。謝霆鋒，那個曾經為了王菲可以不顧一切，被稱為世紀牽手男主角的情聖，如今卻在自己親生兒子的百日宴上，留着前妻，對着舊愛說出了這樣一句錐心刺骨的話：我就喜歡年輕的。這句話的殺傷力，對於年過半百的王菲來說，無異於公開處刑。而更讓人瘋狂的是，他這算是認了？認了是張柏芝第4個孩子的生父？那個在離婚後一直撲朔迷離，父親一欄寫着不養的3胎，和這個剛剛滿月的4胎，難道真的都是謝霆鋒的種？網上已經徹底瘋了。有人說謝霆鋒是頂級戀愛腦反轉，浪子回頭，最終發現船是年輕貌美，給自己生了2個兒子的原配好。有人罵他是渣男中的戰鬥機，同時吊着2個天后級的人物，把感情當藝輝。船有人開始新爬時間線，試圖證明像柏芝的3胎和4胎都和謝霆鋒有脫不開的關係。但各位，作為一個在圈裡混了這麼多年，吃了無數假瓜也挖過不少真料的老人，我要告訴你們，事情絕對未有表面上看起來這麼簡單。那個滿月宴上的霸氣一流和那句我就喜歡年輕的，它是一把雙刃劍，既是宣告，也是
一個巨大的煙霧彈。渣們把時間往回撥一點，大概就在8個月前，網上突然爆出張柏芝秘密誕下第4胎的消息。那時候輿論也是一片譁然，但大家更多的猜測是張柏芝又像生3胎小王子時一樣，選擇了一個圈外富商，或者乾脆就是精子庫，因為他太喜歡孩子了，單準想再要個女人。畢竟他和謝霆鋒離婚這麼多年，除了共同撫養 Lucas 和 Quintus， 兩人幾乎沒有任何情感交集。謝霆鋒更是和王菲復合後，愛得如膠似漆，被拍到一起遛彎，一起做飯，儼然一副老夫老妻的模樣。但這次情況完全不同，從張柏芝懷孕後期，就有港媒拍到謝霆鋒的保姆車頻頻出現在張柏芝位於世紀大廈的住所附近。當時粉絲解釋說是去看望兩個兒子的，可那有當爹的看望兒子，每次都挑在後半夜，船鬼鬼祟祟從地下車庫進出，連兒子學校白天的家長會都不參加的。那時候就有小道消息說謝霆鋒和張柏芝因為孩子的原因又開始重新接觸了，而且是那種成年人的接觸。真正讓這個瓜熟透了的是滿月宴的請柬。圈內人收到的請柬上落款赫然是謝霆鋒張柏芝聯合署名，這意味着麼？意味着這場宴會是謝霆鋒主動要求辦的，並且是以男主人的身份。據我那個混進後出的朋友說，那天謝霆鋒比張柏芝去得還早，親自盯着現場的鮮花佈置，把原本訂好的粉色玫瑰全部換成了白玫瑰。當時船有人不解，說白日宴用白玫瑰多不吉利。謝霆鋒只回了一句：他喜歡乾淨。這個他不用想，指的只能是張柏芝，因為大家都知道王菲喜歡的是熱烈的紅，只有張柏芝在很久以前的採訪裡說過，她最喜歡的花是白玫瑰，覺得純粹。細節永遠都是細節出肉了真相。那天滿月宴的高潮，不是謝霆鋒留着張柏芝，也不是他對王菲放狠話，而是切蛋糕的時候。那個5層的翻糖蛋糕，最頂層是一個小小的閉着眼睛睡覺的鷹人雕塑，而鷹人旁邊站着兩個穿着小西裝的小男孩，那是 Lucas 和 Quintus。而在蛋糕的側面，用巧克力寫了一行小字 ：For my 4 treasures， 給我的4個寶貝。4個，他認了4個都是他的。當時在場的幾個資深娛記都倒吸了一口涼氣。要知道，張柏芝的3胎小王子出生證上父親那一欄是空的。謝霆鋒這邊也從未有過任何重口，他的經紀公司甚至發過律師函，警告媒體不要胡亂猜測。可現在這個私密的只宴請了至親好友和少數圈內大佬的滿月宴上，他用這種方式單方面宣布了主權。最精彩的是 Lucas 的反應。這個已經長成少年模樣的男孩，在看到他爸爸留着媽媽，並宣布那個鷹人是我們的第4個寶貝時，臉上沒有驚訝，反而是一種早就知道了的早熟和冷漠。他甚至旋拉了拉弟弟 Quintus 的手，低聲說了句什麼。我事後找了個機會，花了點小錢，從一個負責端走水的侍應生那人打聽到 Lucas 說的是：看吧，我贏了。這句我贏了信息量太大了。贏誰了？贏王菲了？全是贏了他那個固執的爺爺謝賢。要知道，謝賢雖然表面上和張柏芝關係不錯，但在謝霆鋒和王菲復合後，老爺子可是在公開場合說過王菲是個好女人，但做我們謝家媳婦，全是差點緣分這種話的。謝賢一直希望謝霆鋒和張柏芝復婚，他覺得張柏芝給他生了2個順子，是謝家的大功臣。現在順子變成了4個，謝賢當然笑得合不攏嘴。據說老爺子那天雖然沒到場，因為身體原因，但特意錄了視頻，在宴會上播放了。視頻裡，謝賢老淚縱橫，對着鏡頭說：好，好，我們謝家人丁印旺。柏芝委屈你了。從頭到尾，
沒提王菲一個字。這就是豪門。朋友們，這就是赤裸裸的現實。愛情在血脈傳承面前，有時候真的不值一提。但你們以為這就完了嗎？那個被當眾羞辱的王菲，她是怎麼反應？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據我在王菲下榻的酒店蹲守了3天3夜的同行說，王菲離開宴會後，沒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樣買醉或者哭泣。她回到酒店，換上了一身運動服，然後叫上她的好朋友上山斯納，去打了3個小時的羽毛球。對，你沒聽錯，羽毛球。而且全程臉上沒怎麼表情，偶爾還笑一笑，好像剛剛在宴會上被前男友指着鼻子說喜歡年輕的那個人，不是他一樣。這種反應太王菲了。但越是平靜，越說明暴風雨在後面。果然，就在滿月宴的第2天，王菲的經紀人陳嘉英發了一條朋友圈，配圖是一杯清茶，文字只有4個字：雲淡風輕。但緊跟着，有業內知情人士向某財經媒體透露，王菲正在緊急處理她和謝霆鋒共同持有的幾處物業，包括那套曾經被傳為愛巢的位於北京東三環的豪宅。兩人合開的風飛音樂製作公司也在進行股權變更。商業上的切割往往是情感血裂的最終章。這不像王菲的作風，她一向是洗脫的，不在乎身外之物的。但這次她動真格的了。有分析說，王菲這是被傷透了心。她可以接受謝霆鋒不愛她，但她不能接受他以這種方式、這種理由來羞辱她。我就喜歡年輕的這句話從謝霆鋒嘴裡說出來，等於否定了他們這10幾年來兜兜轉轉、衝破世俗眼光的感情。這等於在告訴他老了，他輸了，輸給了一個比他年輕並且能生孩子的女人。太狠了！謝霆鋒這次的做法完全不像他過去幾年努力營造的成熟穩重的風味大廚形象。他好像一夜之間變回了那個20出頭、叛逆、極端、不顧一切的少年。這裡就要提到一個關鍵人物了，謝霆鋒的經紀人霍文希。馬尼在這件事裡的角色非常微妙。據我了解，馬尼從頭到尾都不贊成謝霆鋒搞這個滿月宴，更不贊成他在宴會上公開刺激王菲。馬尼是個絕頂聰明的生意人，他知道謝霆鋒的商業帝國很大一部分得益於他心情好男人的人設，無論是作為父親，還是作為戀人。一旦這個人設崩了，變成一個腳踏2條船、對前任刻薄的渣男，對他旗下的食品品牌、綜藝節目都是毀滅性的打擊。但謝霆鋒這次誰的話都不聽，他像是着了魔一樣，執意要辦這場宴會，執意要當着所有人的面給張柏芝和孩子一個名分。這裡面有沒有張柏芝的手段？渣們不好說，但以張柏芝的聰明，他不可能不知道這場宴會會引發怎麼樣的風暴。他太了解媒體了，也太了解謝霆鋒了。他穿着那身紅裙，全程溫柔得體，只在謝霆鋒說出那句我就喜歡年輕的時，微微低下了頭，嘴角似乎有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弧度。這3位主角的博弈，遠比我們在熒幕上看到的要複雜得多。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到那個最重要的，但也是最無辜的主角身上，那個剛滿月的孩子。他是這場風暴的中心，卻也是最沉默的。如果這孩子真是謝霆鋒的，那他身上流的血就注定了從一出生就要活在狗仔隊的鏡頭和全世界的窺探下。這對一個新生兒公平嗎？當然不公平。但這就是娛樂圈星2代的宿命。而且這個孩子未來的存在，佢時時刻刻提醒王菲，提醒所有人，在生育這件事上，天后也輸了。網上已經有人開始玩梗了，管這個孩子叫謝4少，而把張柏芝封為最後的贏家。更有人開始翻舊賬，把當年艷照門之後謝霆鋒力挺張柏芝的往事拿出來說，感慨說原來那時候謝霆鋒就是真愛，
後來和王菲復合不過是中年叛逆期的短暫迷途，但這種說法又被另一批人瘋狂攻擊。他們說謝霆鋒要是真愛張柏芝，就不愧在離婚後火速和王菲復合，更不愧在復合後的這麼多年裡對張柏芝的三胎不聞不問，直到現在才跳出來認領。真相到底是什麼？我認為這從來不是一個關於愛誰更多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權力、掌控和佔有欲的故事。謝霆鋒這個人骨子裡是極其大男子主義的。他父親謝賢是出了名的風流，但他母親狄波拉卻是個掌控欲極強的女人。在這種家庭環境下長大的謝霆鋒，他的一生都在尋求一種極致的掌控感。年輕時，他掌控不了事業，被觀眾喝倒彩；掌控不了婚姻，張柏芝的醜聞讓他作為男人的尊嚴掃地；他甚至掌控不了自己的感情，和王菲的分分合合，總像是被輿論推着走。但現在他40多歲了，他有了自己的商業帝國，有了被社區認可的成功人士標籤。他回頭看看，發現那個曾經讓他戴綠帽的女人張柏芝，這些年安分守己，獨自帶大兩個兒子，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堅強的母親，而且保養得宜，依然美貌。同時，他旋在沒有他的情況下，生下了第3個孩子。這刺激到了謝霆鋒，那個三胎生父成謎，是他心裡的一根刺。他可能一直在懷疑是不是自己的，但他沒有證據，也沒有立場去問。於是，當第4個孩子到來，並且他確定那是自己的骨肉時，他那種扭曲的掌控欲爆發了。他不僅要認回這個孩子，他旋要昭告天下。他要讓那個曾經讓他失控的女人張柏芝重新回到他的領地，他更要讓那個永遠高高在上，他永遠無法完全征服的王菲看看，他能給年輕女人什麼？他給的是孩子，是名分，是這家的一席之地。那句我就喜歡年輕的，翻譯過來其實是我選擇了更可控的未來。至於張柏芝，他真的贏了嗎？他得到謝霆鋒的人或者心了嗎？他得到的不過是一場盛大而尷尬的認證而已。他這麼多年獨自撫養孩子的艱辛，在謝霆鋒那句輕飄飄的我的4個寶貝面前，仿佛都煙消雲散了。但這是他想要的嗎？我想，作為母親，他或許更希望給孩子一個安穩的、不受打擾的童年。但現在，這個孩子充滿悅意那天起，就被貼上了謝霆鋒用來氣王菲的工具人的標籤，這實在不是怎麼光彩的起點。而王菲，她輸了嗎？她不過是輸給了一個已經不再讓她心動的男人和一個她無法理解的世界。她依然是王菲，是那個只要想唱歌就能讓整個華語樂壇為之側目的天后。她的淡然或許不是偽裝，而是真的不在乎了。一個說出我就喜歡年輕的這種話的男人，有怎麼值得他留戀的呢？他揮一揮衣袖，帶走的是自己投資的一半房產，留下的是一個瀟灑的背影。只有我們這群吃瓜群眾，被這突如其來的狗血淋了一身，興奮地、瘋狂地討論着、讚敘着、謾罵着。我們關心那個英人長大後愧不愧恨他父親？我們關心 Lucas 和 Quintus 怎麼看待這個複雜的家庭？我們更關心王菲的下一步，是佢寫一首歌來跌謝霆鋒，還是佢直接飛到國外去療傷？其實娛樂圈的八卦，說到底都是人性的投射。我們之所以這麼關注謝霆鋒、張柏芝和王菲的這出三角大戲，是因為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關於愛、恨、尊嚴和選擇的疑問。謝霆鋒選擇了他的年輕和血脈，張柏芝選擇了他的印隱和名分，王菲選擇了他的體面和退出。沒有誰對誰錯，只有誰更想要什麼。未來佢怎樣？我大膽預測一下，謝霆鋒和張柏芝不愧復婚。這次的合體更像是一次短期的戰略合作，為了孩子，也為了謝霆鋒的面子。一旦熱度過去，他們依然會回到各自的軌道上。
謝霆鋒可能會因為這次風波丟失一些品牌代言，但他的風味或苦會因此收穫一波黑工流量。像柏芝會繼續當他的好媽媽，偶爾上綜藝，消費一下堅強母親的人設。而王菲，她不會發歌回應，她只會用實際行動告訴他們，老娘不陪你們玩了。最後，讓我們回到那個滿月宴的夜晚，當所有人都散去，燈光熄滅，只剩下那個5層大蛋糕孤零零地立在桌子上。那個寫着 For My Four Treasures 的巧克力牌子，因為空調溫度太高，已經有點融化了。那幾個字母歪歪扭扭地留下來，像極了這場鬧劇的注腳，看似甜蜜，實則一塌糊塗。而我作為這場大戲的講述者，只想對各位看官說一句：故事存在繼續，生活遠比劇本精彩。讓我們搬好小板凳，準備好瓜子，看看這場由謝霆鋒親手引爆的4胎生父風暴，最終會捲走多少人的體面，又會留下多少談資。今天的深度故事就到這裏，我們下期再見。別忘了，夜深了，瓜雖甜，可不要貪杯我。晚安，各位。